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5年10月初6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第3篇，哈巴谷書第1章第5節到17節，雅各書第1章第2節到11節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題是信心的考驗。信仰需要信心，信心需要經過考驗。因為人總是會拄到困難所以必須愛經歷過考驗，才會當建立迄個信心。昨禮拜日佇主日的3月教會慶祝釋教149周年感恩的主日中間，信心呢，牧師講到這個加添信心啦。因為門徒認為家己的信心不足，所以就要求主來加添因的信心。先知哈巴谷書第1章第5節到17節，提到着以色列人背離上帝了後呢，拄到的處罰以及甲因的困境，所以就必須要學習更較堅定來信靠上帝。上主講：注意觀看恁周圍的國家，恁會真着驚。佇恁活地的日，我要做一項代志，甲恁講，恁嘛毋會相信。恁看，我要互殘忍凶暴的巴比倫強盛起來，伊要進軍全世界，霸佔別人的土地。因可怕恐怖，眼中無人。用家己的意志來定法律，因會戰馬比霸走更較緊，比黃昏的霸狼豺狼更較猛。馬兵對遠遠的所在來奔跑直撞，親像鷹鳥來衝落來要吞食，因來要行強暴。因堅決前進攻，掠到的俘虜親像沙盒子。因藐視君王，支持執政者。因踢笑所有的堡壘，做土堆，甲因共處。因親像風掃過了後，閣繼續來用情。因是有罪的人，拜家己的氣力做神明。上主啊，你竟毋是對古早就存在，你是至聖，是阮的上帝，你永遠袂死。上主啊，你竟然競選巴比倫來審判阮的招伴，你竟然指派伊來刑罰阮，你的目睭清起甲袂看邪惡，袂看歹代。是安怎？你用阮詭詐的人、邪惡的人吞滅，比因更較正直的人？是安怎？你內點點？你互人親像害你的魚，親像在帶的蟲，無領袖甲因管理。巴比倫用魚鈎甲因鈎，用網甲因拍，用魚網甲因網。甲因掠了，巴比倫就歡喜快樂，對網獻祭，對魚網燒香，因為因靠網得到豐富的食物，生活真多濟。因減通安尼來繼續拍網掠魚，無情殘殺列國的人民呢？以色列面對的對敵是非常強大，因為上帝因準巴比倫來處罰以色列人，互因親像用魚鈎就甲因鈎起來去面對這的困境，以色列人所需要的，就是這種重新建立對上帝的信心。雅各書勸勉初代教會基督徒就愛經歷各種試煉來建立信心。雅各書第1章第2節到11節安尼講：兄弟姊妹啊，恁拄着逐款的試煉的時陣，就想做是通歡喜的代志。
因为知影恁的信心经过考验了后，会产生忍耐。恁着忍耐到落尾，才会当达到完全个完整，拢无欠点。恁中间若有人欠缺智慧，着对上帝求讨，伊会赐予恁，因为上帝会真慷慨无保留，赐予拢总的人。不过，恁着靠信心祈求，毋通犹豫。犹豫的人，亲像海涌互风扫，起起落落，这款的人三心两意。所做的无定性，免想讲对主得到什么，善车的兄弟姊妹得到上帝的提升就欢喜。不如的人受上帝降价嘛着欢喜。不如的人亲像草花升起，日头一个出，小风一个吹，草打去，花升去，伊的水就消失。富裕的人嘛是安尼，会伫无闲奔波的中间来消失。亲像彼得要行伫这个水面顶悬，伫心境顶悬，伊就爱会通来经历这个风涌的试验。主捌看耶稣基督，互伊会通来有坚定的信心来赢过迄个苦难。若无呢，就会亲像伫风涌的中间来失落。滑倒入去海底底。如果伊会当真注目来看基督，就会当来经历风涌、困境、试炼来坚定。这无简单吼，但是这是信心的功课所需要的。诗篇第3篇，上主啊，我会对着遐尼济人来起来攻击我，因对我讲，上帝袂帮助你啊。毋过上主，你是保护我的盾牌，我的阳光，你互我的头壳徛会起来。我出声求叫上主，伊会对伊的圣山应我。我倒底我伫困，我精神，上主拢伫保护我。就是讲有千万的人包围要攻击我，我嘛毋惊。上主啊，求你起来！我的上帝啊，求你拯救我，因为你有扇我对敌的喙齿，有讲断歹人的喙齿。拯救对上主来，愿你束缚互你的子民。恳求主爱的主帮助阮经历困境的时阵，会当赢过考验，坚定阮的信心来信靠，特别。求帮赞华人共和乡的兄弟姊妹，伫困境的中间会当赢过考验，更较坚定来相信活靠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